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2月14，诗篇89篇13节安尼讲：你的手骨有关灵，你的手有力，你的正手举悬悬。三角来祈祷，将手举悬悬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掌管万有、料理万事、祝福万人的独一真神上帝。主啊，你照时出日落雨，予万物生长。日月星辰、宇宙运行，拢是照你的法度。主啊，你的大权能是阮所敬畏的，你的奇妙作为是阮无法度测度。主啊，伫阮的每一天，你拢赐下恩典；伫阮的每一刻，你拢保守看顾；伫阮的每一个脚步，你拢亲自带路。因为伫阮的一生，你要引带阮行到永活的路。感谢主，因为你的手骨有关灵，你的手有力，举悬悬的保护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咱的主时刻举起伊的手来保护咱的主。愿主时刻甲你三角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